好，我们华语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手机请关静音或关机。Test 1 2 3。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我们在星期天的早晨，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我们第一首歌，叫我抬起头的神。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好，我们现在邀请弟兄姐妹找3个你不认识、不太熟的人，不是不太熟的，就3个人就好了。你跟他打招呼，很开心见到你，很开心星期天见到你。耶和华是我的主，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主耶和华是我们四维的盾牌，耶和华是我四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感谢主，引领我们每一个人到你的面前。主耶稣，你能医治我们伤心人。主耶稣，你有权柄的释放，叫世上不可能的变为可能。主，唯有你掌管天地的万有，唯有你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主耶稣，无人与你相比。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他能赦罪行神迹，
耶稣，无人与你相比。主，唯有你和我们同在，主，我们这一生都要追随你。主，求你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耶稣，你能，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行神迹。耶稣，无人与你相比。主，唯有你掌管天地万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行神迹。耶稣，无人与你相比。主，你是配的，你是配的，配的尊重和赞美。你是配的，万物敬拜你。你是圣洁，圣洁，圣洁，荣光在全地。你是圣洁，圣洁，你圣洁装饰敬拜你。尊贵、荣耀、权柄和能力，都归全能神。愿各族、各方、万国和万邦敬拜神羔羊。我们一起来宣告：愿尊贵、荣耀、权柄和能力都归全能神。愿各族各方，愿各族各方，万国和万邦敬拜神羔羊。主，你是配的尊贵和荣耀，配的，尊重和赞美。你是配的，万物敬拜你。主，你是圣洁，你是圣洁，圣洁，圣洁，荣光在全地。你是圣洁，圣洁，你圣洁装饰敬拜你。你是配的，尊重和赞美。你是配的，万物敬拜你。在身在全地你唱，喜在今在
在以后永在，神在全能神，永远在宝座上，永远在宝座上。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唯有你配得尊崇和赞美。主，我们是要来敬拜你，主，我们一生都要跟随你。主，也求你的圣洁荣光散发在这全地。孩子祷告，这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Amen。继续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告别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当亚主生，在本多比拉多任耐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请坐。我们现在请招待者来进行奉献。我们一起同心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赐给我们蒙福的生命，你赐给我们日用生活所需没有缺乏，也赐我们平安。你常施恩惠，不仅使我们饮食饱足，也使我们满心喜乐。主啊，我们恭恭敬敬地摆上这奉献的钱，这本是从你而来，你的众儿女甘心乐意，当将这当纳的送入你的仓库，用来开拓你的国度，扩展你的教会。主啊，我们知道你所看重的并不是金钱，你看重的乃是我们愿意奉献的心。求你悦纳，求你施恩，借着奉献金钱，叫我们照着你的心意学习，做好管家。主啊，在这末后的时代，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多处有天灾人祸，恳求你的旨意成全在地如在天，恳求你用属天的平安来安慰怜悯那些遭逢困苦的人。我们当中或有身体心理软弱，被疾病缠绕，或有工作经济困难的，或有在寻求人生道路的，都恳求你圣灵医治、安慰、保守、带领，让我们在患难中受试炼的时候，能有满足的喜乐；在困顿的时候，也能感谢你那丰盛的恩典，因为你说，你必照你荣耀的丰富，在你的里面，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主啊，愿一切的荣耀、权柄、尊贵、赞美，以及我们全人全心的摆上。我们也要用主祷文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周报。代祷事项，好，请大家回去后继续为我们的公祷事项，好，献上我们的关心跟代祷。那2024年就明年第一季1到3月团契活动服事排班表，麻烦就是请社青团契、青少团契在12月24号前交给干事，哈。那预告圣诞节期系列活动预告，12月17下午4点到5点半，我们有一个社区报佳音，就在大同区，哈，我们走访银发族或厝边，哈的家，哈。那我们邀请呢大家一起共襄盛举。那因为宣道部还要预备，哈，就是我们因为也体恤大家在这圣诞节期很辛苦，所以宣道部呢也有准备一个晚餐，哈。那请大家记得要报名，哈，我好预计人数，好定需要的量。那12月24号礼拜天上午9点半有个圣诞赞美礼拜，那天请记得是合堂礼拜。将举行圣礼典，预受洗者请向牧师报名。那下午2点半圣诞舞会，由各团契及社区联合欢庆圣诞。那请力邀我们的福音我们的亲友朋友可以一起来参加。那晚上5点半圣诞晚宴，还有摸彩在马来亚餐厅，欢迎同住家人跟福音亲友一同参与，采登记报名，若什么人要邀请你同住家人，人名就麻烦请你要填写出来，那额满截止，那登记后我们请向干事缴费，这个就缴费，这个每年这个都价钱都一样。那这马来餐厅很不错，有调涨费用，不过我们还是很欢迎，我们有家人朋友可以一起来参加。那2024年你有认线爱餐认线，你有填就是什么时候你有填认线表，就请你在今年把认线款交予干事，因为我们2024年我们会入账。好，以上报告。我们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在以赛亚书37章14节到20节，以赛亚书37章14到20。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约俄华的殿，将书信在约俄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约俄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约俄华，以色列的上帝呀，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上帝，你曾创造天地。约俄华，求你侧耳而听；约俄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立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上帝的。约俄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约俄华，我们的上帝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好，牧师将正道题目是唯有你，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喂 ，OK， 有好。上个主日我们才刚过完感恩节，那很快的，马上就迎来圣诞，迎接圣诞。那上个主日下午呢，牧师有看到我们有一些青年有留下来做圣诞节的布置。那在这个布置的过程，我不知道大家的心里会不会开始产生一些小小的盼望，就有一些期待这样子。好，一边挂一个，就圣诞节要来了，圣诞节要来了，这种就是一种期盼。就好像我们在一场婚礼，好，新郎新娘可能在不晓得多久以前就在预备，他预备的过程当中，其实他的心怎么样？就是期待婚礼的那一天那一刻可以到来。那节日在我们一生当中，其实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教会有3大节日，来大家说说看：圣诞节、复活节，不是感恩节。根据圣经有3大节日：圣诞节、复活节、圣灵降临节。对，就是教会的生日，全教会的生日，圣灵降临节。我们比较看重，其实从我们的布置或预备，我们会发现我们真的还蛮看重圣诞节的。好，复活节呢？就不会这样子预备的这个样子。可是复活节很重要啊，耶稣基督的复活都很重要啦，耶稣的降生、复活跟圣灵降临其实都很重要。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3大节日，教会的3大节日，大家记得哈。那圣诞节其实是从代降节开始，我们今天就进入代降，就期待耶稣的降临。从代降主日开始，就圣诞就展开了圣诞节期，一直走到明年的1月6号。1月6号是主显节，就走到那个时候，整个圣诞节期就到那个时候结束。既然是过节就一定会回到这个节日的核心，也就是这节日存在的意义。像今年我知道社青要再来演一下那个圣诞那个耶稣诞生的那个剧嘛。好，那以赛亚书的时代背景其实跟那个耶稣诞生的背景很相似，很雷同。他们的那个时候的背景都面临上帝的子民都面临一个抉择，就是我的信仰要怎么样做决定的一个时刻。时代背景很重要，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只是看字面上的意思。时代背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候的人类社会所产生的诸多行为，帮助我们理解先知以赛亚他面对的困境，还有上帝借着他所发出的预言是何等的沉痛，然后也看到上帝借着他发出的预言又多么充满盼望。今天的经文是当时犹大君王西西家，我们放到经文那边。好，西西家就是在当时的犹大君王。犹大君王西西家，他向耶和华上帝祷告。我们必须要回到历史现场才能读得懂。西西家他在这一段祷告，他是明白他所下的决定，他的迫切。否则我们大概就会像刚才那样子，西西家从使者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然后15节，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然后，好，就这样子很流水账的这样念过去了。没有什么感觉。你要有多深的体会，如果没有了解那个背景，可能也很难体会他在做这段祷告的时候他的内心世界。当时发生什么事呢？当时的犹大面对亚述帝国的侵略，有读过历史吗？有读过亚述，对不对？还记得吗？好了，当作你们都还记得。好，那个时候两河流域总知道吧？两河流域哪两河？来，考地理。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好，现在上历史课。它的发迹就亚述就是从两河流域开始发迹的。如果以你们的那个方向来看地图如果牧师这个位置是以色列，就当时的以色列犹大国，那两河流域就是在这一边。以你们的位置以你们的方向，两河流域就在那一边。好，然后我这边是地中海。亚述呢，从它两河流域那边开始发迹，然后呢，它要往地中海这边打，因为它要夺取沿海的城市，
夺取沿海的城市，不只是他战略，在他的贸易、经济上都有非常大的成效。所以他在内陆那里呢，往地中海打的时候，他不能直接这样打过来，因为中间有一些地形拦阻，所以他必须要往上打，然后再打下来以色列这边。好，那他这样子一路这样子打下来，一路延伸哦，他能够一路这样子打，夺取了那么多的国家跟城市，可见他的军事武力怎么样？很强吧？好，如果不强，早就可能在半途就夭折了，还是怎么样？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任何国家的军队其实都，他要扩张领土，一定要这样子发动军队嘛。可是呢，打到一个程度哦，他也会看，如果这个城市我可以直接心战喊话，就让你投降。比如说，如果中共把台湾整个封锁，投不投降？好，类似这样，他可能不费一兵一卒，他可能也不需要什么轰什么炸弹什么的，他就把我们整个台海都封锁了，类似像这样子的方式，通常不会轻易的发动军队啦，因为那个就是地面战，就是非常耗损非常的大，好，所以都是不到最后关头都不会轻易的出兵。那亚述当然也不例外啊，因为他一路从内陆这样子打到沿海，已经打到耶路撒冷这边了，他路上一定也耗损了许多的兵力、粮草等等的那些后援。打到耶路撒冷，他就想用心战喊话，因为耶路撒冷不太好打。怎么样不好打呢？因为耶路撒冷在这座城市的地理位置，它是算是在一个高地的山顶，它的海拔有760公尺。海拔760公尺大概多高呢？在跟冷水坑，就是我们七星山的登山路口冷水坑，跟冷水坑的那个海拔高度差不多。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一路从内陆往这边打，这样整个打过来的，他已经打到了天母北投。七星三角是天母北投，还有哪里？士林算不算？士林可能还不到很三角，可能要天母北投那边，义守你们家那边，好，是不是？天母。好，这个亚述军队呢，已经一路打到就是都驻扎在山脚下了。但是呢，那个冷水坑嘛，就是耶路撒冷嘛，还在上面，对不对？地在高处，一定是易守难攻，好，不是那个易守，好，是易守难攻，好，所以呢，要往上打不容易，那就是心战喊话，这个时候就出动了心战喊话。那亚述发动心战喊话的这个过程啊，也在以赛亚书的36章到37章的这个整个记载，他们企图在这个喊话的过程当中呢，当然他们是很呛香，他们自己的军事武力非常的强，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想要用信仰成为压垮犹大的最后一根稻草，用信仰这件事情。在36章，我们今天是读37章，在36章有记载，亚述的将军他差派使者来到耶路撒冷城，要跟耶路撒冷的犹大国谈判，先谈判嘛。好，谈判如果破裂，可能才开始打；如果谈判可以啊，那就直接投降，那最好。好，亚述的将军上到耶路撒冷城的城墙，跟那个犹大的派的使者3位使者出来谈判，在城墙顶上。想象一下哦，好，假如牧师是那个亚述将军，我已经站在城墙顶上了啊，你们都是耶路撒冷城的百姓。这个亚述将军就很猖狂的说：“犹大，你们看我们亚述的军队一路这样子打过来，没有一个国家的军队，没有一个国家的神明可以救他们，可以保他们平安，没有。你们看了没有？一个都没有。事实证明，一个都没有。你们的君王西西家哦。”跟你们说好说歹，说了半天，说什么上帝呀会拯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啊？不要搞笑了，不可能的事情，没有这回事。亚述将军就这样子大辣辣的就在城墙上这样子喊：我们的上帝真的能救我们脱离死亡吗？我们的上帝真的能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吗？我们的上帝真的能救我们摆脱那一些一直我们想要甩都甩不掉的人事物吗？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生活中有许多的难题，
我们很想要甩掉的一些人，比如说那个很啰嗦唠叨的主管，或者是同住家人啰嗦唠叨，可能我们现在小孩比较自主、独立自主一点。如果我的父母太过于啰嗦唠叨，那我就离家出走，我就搬出去，对不对？当我有翅膀硬的时候，我就搬出去。或者是呢，那个很不良、无良的主管呢，哦，真的很烦、很讨厌。好，那我就另外找个工作嘛，西掏咯，好，找工作，类似这样。或者是当我们面对我们身上的一些疾病，看病吃药都一直都没有果效的时候，那在这样的时候，上帝真是我们的拯救吗？其实越是在我们要一直在撞墙碰壁的那个过程当中，魔鬼撒旦就像捡到枪一样，他就捡到枪一样，一直不断的向我们内心喊话，他就发动心战的那个攻势。他说：“你们这些上帝的儿女啊，你们看。”你们也不过如此啊！你们也是不能摆脱死亡的威胁啊！你们身上的疾病也没办法得医治啊！你们祷告了半天，好像找到了工作，也不怎么样嘛。好，或者是总是会发生一些有没有的事情。你们还是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环境的污染、一些毒素的污染等等的。你们还是必须活在这个地球上嘛。你们不要被骗了啦！你们的上帝都骗你，欺骗。好也不要被牧师骗了。牧师每个礼拜在那边讲得很好听，可是实际上呢，生活还是很苦啊。好，上个月底11月25号礼拜六，我们为我们世奇执事的妈妈刘慧英长老娘举行一场告别礼拜，在第2殡仪馆。那通常我们在举行完告别礼拜的时候呢，我们会陪同遗族一起走到。将遗体移到火葬场，然后进行火化。在那一天的火葬场非常的热闹。怎么说呢？因为火葬场就是它有一个空间，那个空间跟我们礼拜堂的大小差不多。好，那个空间走进去，它有分右边、左边分2边。那中间这样再继续往前走呢，就是火化遗体的地方。当我们一群人就这样子送着那个棺木遗体呢，进到火化区，然后开始进行火化之后，我们就一群人就退出来，退到外面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为了让所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以去进行一些礼仪的地方，比如说像民间宗教信仰，他们就会办一些法会啊，办法事啊。那我们基督徒就是火化礼拜，好，通通都在那个场地，那是开放空间。没有什么隔间什么的，就是开放空间。在那个时候，那个空间的状态是怎么样呢？那时候人很多组嘛，很多组人在进行所谓的火化礼拜或者是一些法事，好，铿铿锵锵铿铿锵锵然后就在念经啊，好，叮叮，好，铿铿锵铿铿，就很多组嘛，所以每一组的那种声音的起伏落差或者那个节奏感都不一样，就是交织的这样。我们那一天刚好我们被安排到的位置是靠最边边角角的位置，最边边角角这边就已经是墙壁了。好，然后我们被安排在这个位置，那安排在这个位置这边已经没有路啦。那我们隔壁这一组呢，刚好有一大组的彝族在办他们的法事，就在那边铿铿锵锵这样子。好，我们就要从这边入口要穿过他们，才能走到我们被安排的位置。好，然后我们就这样一路要钻，大家就这样钻进来，然后很快的我们就把这个位置给塞满了。塞满之后，然后再紧贴着我们隔壁的，他们还在做法事嘛。好，他们还在咿呀叮叮当当、铿铿锵锵这样。然后我们就开始唱圣诗。好，我们就开始唱圣诗。当我们开始唱圣诗的时候，进行火化礼拜一开始唱圣诗，唱完圣诗，然后会读一段圣经，然后在牧师会讲一小段的信息，然后祷告这样子。当我们开始唱圣诗的时候呢，旁边这一组的人怎么样？敲得更大声，对不对？锵得更大声，叮得更大声，然后也念得更大声。那我们呢？怎么办？输让不输定，要比声音大，我们也不输啦，这样子哈。一时之间，我们就好像被亚述大军围困的耶路撒冷百姓。因为
我们整个被塞在一个角落里面，我们这边没有路可以退了，然后就整个被塞住这样子，整个被塞住。我们就像被亚述军队围困的犹大百姓，就堵死在那个角落里面。牧师主持过这么多场火化礼拜啊，真的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之前都是旁边都还有路，或者是我们声势浩大，然后旁边刚好也没有人在做法事的时候，这样。第一次有这种就是刚好被塞得满满的，像洗沙丁鱼一样，大家就这样塞得满满的。好，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当亚述帝国的使者就站在耶路撒冷城墙大放厥词，说我们要攻破击垮犹大人民对上帝的信心的这个时候，在犹大城内的百姓如何回应？就像你们刚刚说嘛，比大声啊，那个将军在那个城墙上面喊：“你们的上帝算什么啊？你们上帝算老几啊？你看看那么多国的神明，哪一个神明可以救他们啊？你们怎么办？”他才一个将军，城内这么多百姓，比大声一定是我们比较大声嘛，对不对？你敢呛我，你呛我就给你呛回去啊！谁怕谁啊？乌龟怕铁锤，好这样，好。所以呢，是比大声吗？没有，在36章的21节有谈到，当亚述的将军这样子呛瞎的时候呢，他们耶路撒冷城的百姓全都静默不言，因为西西家王曾经吩咐众百姓不要对亚述的使臣做任何的回应。这个时候就是点点，就是安静。就好像西西家王他在之前的祷告，他说：“今天是极难、惩罚、受凌辱的日子，真的很丢脸哎。”丢脸到不行，然后也不晓得自己该怎么办，因为确实啊，大军已经兵临城下，就在山脚下已经就整个都围城了，几乎算是围城的状态。在那个当下，犹大派出的那些与亚述将军谈判的使臣，他们也是一样，不发一语，他们就从城墙上走下来，离开。整个现场充满了危机，充满那个亚述将军那个狂傲的那个氛围，那个嘲讽。但是全耶路撒冷的百姓却意外的凝聚一股对上帝的信心。安静其实也蛮有力量的。有吵架的经验就知道，当你想跟他吵，他不想跟你吵的时候，他冷静，他不讲话的时候，其实很恐怖哦。像子瑜他们小时候就很怕妈妈都不讲话。妈妈不讲话就代表代志大条啊，都不讲话，是啊，温戏哎，好，在那个时候，整个耶路撒冷城的百姓，他们的信心跟专注就展现在他们的顺服。西西家王叫他们安静，他们就安静，他不会在那边那怎么办啊？讲成这样的，不会，他们就是安静，也不慌乱。他们确信也认定，唯有上帝是他们的拯救。唯有主耶和华是他们的磐石，是他们的保障。果然，上帝施行拯救。当我们再继续往后面看的时候，在千钧一发之际，这位亚述将军因为自己帝国内部，因为我们要想，他们老远从两河流域这样子一路这样子打过来，他们同时进行很多大小战役，然后呢，他们就因为自己内部的兵力要做一些调度调整，突然就撤军了。威胁瓦解，真是太奇妙了。但是呢，有一就有二。好，当他们重整军力之后呢，集结好各路兵力之后，他们又再一次的差派使者，再一次的送信。这个时候不是人亲自去，就送信给西西家王，企图呢继续要以威逼恐吓的方式逼西西家王能够主动投降。这封劝降书就是劝西西家耶路撒冷城百姓投降的这个书里面呢，充满了对上帝的亵渎。里面说什么呢？这封信里面其实也就是说，你所倚靠的上帝是哪根葱啊？他根本就是个骗子，他再厉害，他也抵不过我们亚述的军队啦。他说能救你们，完全是无稽之谈，根本是无稽之谈。当西西家
打开这一封劝降书，看里面内容的时候，他想都不多想，他就马上上到圣殿，向耶和华上帝祷告，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在读的这节经文。这就是希西家在那样子急难、困顿、完全施展不开，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况下，他的祷告。生死已经是一线之间了。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从16节开始读好了。我们从16节读到20节，希西家王的祷告。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场景，然后我们一起来读16到20节，请。坐在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立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是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希西家王的这一段信仰告白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厉害。我们先来看19节，19节他说，为什么那一些这样子亚述一路这样打过来，为什么那一些那些国家城市的神明都不能保护他们呢？因为他们是人手所造的嘛，他们都是偶像嘛，他们都是人造的，人雕刻出来。比如说这个纸袋，我们弄起来，它能比我们强吗？对不对？用久了就烂掉了。那他当然不能救他们脱离亚述的手。然后希西家王在这里面16节，我们看到16节，往上一页，16节说：“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以前牧师在拜拜的时候啊，30几岁以前牧师都还在拜拜嘛，哈，有时候有拜去关渡宫拜妈祖啊，行天宫，行天宫是拜什么？我已经我有点忘记了，但我有去行天宫拜过，好，然后也有拜土地公啊，好，都有拜过。我拜了这么多年的日子，也从来没有听过我周遭的人，同样是拜拜的人，会说妈祖是天下万国的神。好，或者是关公是天下万国的上帝，没有，他们不敢这样讲，因为确实不是。但是唯有上帝，希西家王能够做这样的信仰告白，可见的他是多么的宏观啊！他的信仰是非常宏观的，他非常真切的认识他所敬拜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他说你要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那使地上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唯有你是拯救，唯有主是我们的拯救，唯有主能替我们伸冤，唯有主能救我们脱离那些充满谎言的生活。不论是高山低谷，只要我们在凡事上都认定他，只要我们耐性等候，就一定能看见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些神迹奇事。我们之前刚才有谈到那个婚姻长老娘的告别礼拜、火化礼拜的那个现场，然后牧师不是说我们已经被困在那边吗？好像困兽之斗那样，我们在那边真的没办法跟他们比大声，因为他们还有铿铿锵锵、铿铿锵锵。哎，我们唱圣诗就是都是也没有伴奏嘛，就是清唱这样子。音乐我们都知道哈，比如说有节奏感嘛，比如4拍的3拍子好了哈。的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我们知道会有这种节奏感。可是当我们旁边也有他们正在做法事啊，当我们在蹦恰的时候，他们可能就锵，就会干扰我们的那个节奏感。可以想象一下那种，我们会被干扰。那在那样子的现场，那样子混乱的现场，就是要比的是什么？比大家的专注力啊。谁够专心，谁就可以稳住
在我们一个嘈杂的环境，你要很专注的看书也不容易，对不对？旁边那边吵啊，可能那边音乐各种，而且还是热门音乐，那种节奏感，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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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那种你还要能够安静下来，这样子专注，真的也没有办法比大声啊，就是专注，赢的就是赢在专注。那身为牧师，就是偶尔要抬起头来看一下羊群的状态嘛，好，再看大家的情况如何，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虽然也没什么可以调整的，因为整个都被压缩在那个空间里面，但是我还是会偶尔会抬起来看看大家，怎么样？有没有哪边怎么样？这样。好，那每当牧师抬头，因为我们都会拿着程序单上面的圣诗的歌词其实都蛮多节的，对不对？好，我们都会拿着程序单上面看的圣诗的歌词，那边唱圣诗。每当牧师抬头让看一下大家的时候呢，我发现大家都非常的专注在唱圣诗，非常的专注在对上帝的敬拜，专注在对这个故人的思念。牧师非常的感动，大家非常的专注，完全没有人被旁边就紧邻着我们旁边那个没有人被影响，没有人在那边一边唱一边还在那边看，很吵什么那么吵这样，没有人这样子，大家都非常的专注。就在我们唱第一首圣诗唱到快要结束的时候，圣诗结束到阿们嘛，对不对？哈，阿们就不用看程序单啦，牧师当然自然就又抬起头来看看大家这样。当我们唱到阿们，然后接下来就要进入读圣经的那个程序，就在唱到快结束的时候，接着要读圣经讲信息的时候，本来紧邻在我们旁边的那一大组的彝族啊，非常非常奇妙的，牧师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发生什么事呢？整组就好像是被上帝拿了一把尺这样子撸过去呢。你说如果说我们往这边靠一点，可能还会有人三三两两的，有没有？有的人可能跨比较大步，有人跨比较小步，或有的人前面的人已经往这边移了，后面的人说要往那边移这样子，就是比较就是比较零乱，没有，他们就整组非常整齐的，就像往旁边移了一大步，然后这个通道就大概就是这么宽的走道就出来了。那个画面其实对牧师来讲真的蛮震撼，就好像真的就像他们上帝的手拿着一把尺把他们整个撇过去。然后我就要传讲上帝的话了嘛，我就要读圣经了嘛。在那个当下，我真的是看到了一个被摩西分开的红海啊，就是在大家专注在敬拜的时候，专注在上帝的时候，上帝就把我们分别出来，在那样子嘈杂混乱的过程当中，那个环境当中把我们分别出来。虽然整个会场因为是开放式，所以那一边还是有铿锵亮这样子，但是至少没有就在我们耳朵旁边，会有一个距离，就会觉得有那种掏几靠腿的那种感觉。好，我们就是不是被压在沙丁鱼的那种罐头里面这样子。也就在几乎在那个同时，因为上帝让我看到那个画面，在那个同时，圣灵就感动我，我脑海里面就浮现了约书亚的那一句名言，约书亚的信仰告白，我就把原本我已经准备好要传讲的信息就先放在一边，然后我就指着在那个会场，我就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说。我就指着那一些在铿锵的，好在办法事的那些，我就说弟兄姐妹你们看，我说你们看，在这个会场，他们选择了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但是我们要说，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无论别人选择什么神明，无论别人做什么选择，但是我如今也不管是落在什么样的境况，我都要选择走上帝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的终点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上帝之城。我们在火化送别那位慧英长老娘，她已经到了上帝之城了，她已经永远安歇在上帝的怀抱里，而那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活着的人最终要去到的那个地方。
但是问题是我们还活着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还没有抵达那个终点之前，我们或许还是无法避免会遭受一些急难惩罚，或者是受凌辱的日子。但是只要在我们的过程当中，我们认定主耶稣，我们全心全意专注的敬拜，认定他是我们唯一的拯救，那即使我们落在诸般的试炼当中，也会有大喜乐，因为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啊！你想想看，在那个殡仪馆、火葬场，那么应该是充满牛鬼蛇神的一堆。我们讲说如果说以比较灵恩的那种说法来讲，什么各路神明都有啊。可是唯有我们的上帝，他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他就是可以把我们干扰我们的通通移开，只要我们专注，只要我们对他够专注，专注的敬拜。面对亚述大军，当耶路撒冷城的这些百姓面对亚述大军，面对那个急难、惩罚、受凌辱的日子，那个西西家王当他坚定的向上帝祈求安静等候拯救的时候，就在上帝的日子，在上帝施行审判的某一个夜里，这也在37章的最后36节那边有记载。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大军都驻扎在天母啊、新北投啊，驻扎在阳明山下那个冷水坑，好，就在一个晚上，只有一个晚上而已。发生什么事？上帝派使者出去击杀他们18万5千人。就在那个晚上，他们18万5千人通通被剿灭。清早起来，在营中的可能还有所剩的一些人，一看，哇，全部都是尸体啊，遍满尸体。他们还能攻吗？不能攻了。还要那个整合各路人马，不用整合，因为他们已经整合好了嘛，整合好了才来这样子嘛。他们马上就拔营回到他们的尼尼微，他们的首都，回到他们的国家。这样子的神迹奇事，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常常会有。只要我们对上帝够专注，认定他，我们就一定会经历像这样子的拯救。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在当时如何拯救犹大，那么如今也必会照样拯救我们。因为只有耶和华上帝能施行拯救，只有耶和华上帝才是天上地下唯一的主宰，他是掌管我们全宇宙生命的主，唯有他是能叫我们抬起头来的，唯有他能叫我们抬起头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叫我抬起头的神。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那牧师不确定你现在是不是有在某一个部分有落入被击打、被欺压、没办法透气的这个状况，我们要呼求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不争，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手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们的主，我们不要动摇，我们的信心在他里面要坚定不动摇。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不争，
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我们一起来宣告。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们四维盾牌。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四维的盾牌。主，当我们陷落在患难中的时候，主，你是我们唯一的拯救。我们要这样子的相信的、坚定的宣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扶持与帮助，让你们一生一世选择耶和华的道路，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我们一起唱最后一首歌，带着回家。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带着喜乐、平安、恩典回家。来一首。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呀！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嘿，嘿，嘿，嘿！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嘿，嘿，嘿，嘿！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你是我最爱的天父爸爸。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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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华语礼拜到这边结束，结束后可以互相交谊祈安。下面有爱餐，我们大家可以一起享用。